今屆政府將進一步深化公共行政改革，首份嘅施政報告提出，將有序咁開展職能架構重整嘅工作。首先推進公職局同埋市政署重組嘅工作。除咗行政範疇嘅工作之外呢，經濟財政範疇今年都會開展財政局以及係金管局嘅架構重整工作嘅。請問司長閣下，財設嘅部門人員將點樣調動以及係合理配置？過程之中咧係點樣平衡公共行政改革同公務人員隊伍嘅穩定、權益保障同埋士氣等問題？關於政府職能架構重整，應該咧唔需要太過擔憂受影響嗰啲同事，譬如話市政署嘅重組又好，公職局嘅重組又好，一句説話唔會炒人嘅，唔會由於呢啲重組去炒人。主要係一啲廳處職能嘅轉變，可能係減少咗廳，減少咗處，可能最多就係一啲廳處啲主管咧受啲影響，其他啲同事咧只係可能一啲工作崗位嘅一啲同埋附屬部門嘅調動，所以大家應該係呢方面係放心嘅。